这个日子硬是混得快，一晃又到农历9月10几里了。趁天是热火，我们来把棕和尚挖回去。棕红苕要挖早一点，才不容易烂，并且挖棕红苕时要选择一个好天时，要有大太阳天挖是最好。要选择栽得最晚的红苕，最晚的红苕它才成长条形，并且没有下肥料的最好。在选种时，挖烂的不要，有刀口的不要，个儿最大的不要，最小的不要。所以我们要选择那个成长条形、不大不小的、光滑无裂口的为最好。这缝皮缝心红苕好吃。多少的晚秋，如何能跟你說別瀟灑的遠走？含愁凝望你，要分手是時候，那心間多少淚水未讓流？何時能解開心中多少苦與憂？何時能解釋心中空虛的藉口？情迷圍住我，你此際又回眸，問情懷可永久相擁有。朦朧纏着那份愛萬縷，明晨離別盼望愛仍留。上一對相愛結伴隨，卻總怕醒覺隨夢走。何時能解開心中多少苦與憂？何時能解釋心中空虛的藉口？情迷圍住我，你此際又回眸，問情懷可永久相擁有。朦朧纏着那份愛萬縷，明晨離別盼望愛仍留，共你上一對相愛結伴隨，卻總怕醒覺隨夢走。何時能解開心中多少苦與憂？何時能解釋心中空虛的藉口？情迷圍住我，你此際又回眸，問情懷可永久相擁有。唯求原諒我，說失經別離後，未回頭，因已經心傷透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赐评、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谢谢。